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片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特别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话是咧讲啥？讲到鬼咧吼，这是咧讲吼，天地之间吼，拢是一体两面啦。伫咱的民间信仰内底，不管你是拜神祭鬼哈，其实拢是同款重要的代志。咱台湾哦，伫咧民俗的发展过程中间，每一个阶段吼，有啥物无同款的鬼故事呢？鬼仔故，咱今日就要来听这个鬼仔故，坐好调哦。人死就变鬼，是台湾民俗的讲法。台湾的鬼有800种，大部分拢是表现出在生的人对死的认知甲想法，甲咱的生活经验有关系。毋过，台湾的鬼仔故事，拢会教咱爱保持善念，毋通做歹代，就袂去拄着鬼。对时代的变化，台湾鬼仔的形态无伤大的改变。毋过，伫故事当中，要甲咱教的人情义理，却真清楚的反映出迄当阵人民对社会环境的感受。若讲到这个鬼故事、鬼仔故吼，大家是足爱听，但是佫足惊吓吼。当然啦，听落会加润顺安尼吼。其实吼，咱今仔日请到这个来宾吼，伊研究鬼的文化已经超过10档的这个田野调查，收集了真侪吼有关于咱台湾的鬼故事啦吼。伊的研究吼是对民俗的角度去看咱台湾人对民间的一寡设想。咱就欢迎咱今日的来宾，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的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员林美容教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啊，教授啊，你讲到这个鬼吼，拢会皮皮喘，拢会足惊吓安尼吼。咱讲人死为鬼嘛哈，鬼就是要有所归的意思哈。有的人是死了由子孙来拜，伊就变做人的公阿嬷。搭一家搭一生公阿嬷，伊就袂去做鬼。是。所以鬼是无人拜，迄叫做鬼。人若死了后，伫咱的观念内底就变做是鬼。若鬼呢，若是有人拜的。就是变做人的祖先的公嘛吼，若无人拜，迄才是叫做鬼。毋过咱的拜鬼，毋是讲所有的鬼咱拢拜，因为7月时咧拜，迄是好兄弟啊。是。好兄弟啊，概念是集体的鬼。甲鬼故事内底咧讲的迄个个体户的鬼，佫无共款。是，一个规定的下，甲一个徛孤机的啦，这无共的。孤魂野鬼，咱讲孤魂野鬼。孤魂野鬼，就是足奇怪呢。咧做人的时阵吼，咱拢无咧惊人吼，就突然间人死了后，咱就开始惊鬼啊吼。当时是安怎会惊鬼？对啦，你惊鬼运动就是对未知的死亡世界的一种吼，你都唔知要去倒位。对啊，你蒙蒙飘飘啊吼。对未知的事情，那本来很自然的就会害怕。可是非常好玩。咱7月时吼，咱台湾的四鬼丰盛，就搞拜访兄弟啊。是。所以他7月的时候，他就给你公开，等于是给你公开展演死亡。你得拜访兄弟啊，你就是在会想到死亡这个事情。7月的结束，其实也会让我们。不那么害怕，所以好兄弟这个词吼，本身的你好兄弟啊，都跟咱是兄弟啊。对，所以也免啥外惊，你有来拜的，伊颠倒有当时在你保庇。咱台湾人是足爱拜拜呢，吼，啥物拢拜，拜神、拜天、拜地，拜树基，啥物拢拜。天地神鬼拢爱拜。拜鬼这个过往吼，老师你的研究，因为咱台湾吼，咱的历史的发展都是讲。过去咱的先民吼，登山过台湾，来遮有一寡破病啦、创啥水土不服啊，很容易就很年轻就死掉了，或者开发的过程哈，然后有一寡迄个民变啦、械斗啦哈，安尼烧台时就拢死去，互抬死去，无人收尸啊啥，所以咱台湾足趣味的足侪迄个阴庙吼，咱讲迄个百姓公庙啊、大众爷庙啦吼。有燕公庙啊，有的所在伊可能会叫将军庙，是，叫拜下马的下马还是讲拜姑娘啊，规一个一个的那个可能叫姑娘啊，查某也叫姑娘啊，所以这种阴庙在台湾普遍上是非常多，足侪阴庙。
所以这个也是咱台湾吼四鬼丰盛吼，真爱拜这的旺盛的。你就努力看到，也是做田的是为了骨头啊，你就几种利齿吼，用一个毛啊，吼，迄骨头啊，拢带伫遐，就来开始来拜。所以你开始拜了吼，伊本来是孤魂野鬼，你开始拜了，伊就毋是孤魂野鬼啊。有人封晒都唔是啊。你有香炉吼，有得来拜，伊就是变做阴神啊。哦，变讲迄个孤魂野鬼升格变做神，互人来尊敬来个拜。你有起一个小祠吼，迄叫做祠室嘛吼，庙祠庙那个祠哈，有立这个庙来给他拜，伊就变做神啊，伊就变做阴神啊。是，有影是咱台湾的人情味呢吼。对啊，虽然讲咱会惊鬼啦，惊人死了后毋知去倒位，伊会来甲你创啥物，你阁看袂到。但是突然间，咱甲变做吼，咱甲好好对待了后吼，甲有人情了后，变做是咱生活的一部分。对啊，你要让他有所安，有所归。伊就袂甲你扰乱。其实老师你讲，互伊安吼，是咱家己安呐，咱家己心安，咱家己安了，伊就安啊嘛。所以讲这是一个表面上，敢若是咱去甲伊抚慰啦吼，但是事实上是咱家己疗愈家己啦吼。人讲百鬼百款啊，鬼啊拢做做形态。对啊，死伫水底，伊就叫水鬼啊。有当下德高，你突然间跳来，你来创伫个德高鬼啊。是。足侪鬼，咱文献上嘛讲山鬼，山里内底有鬼。是。足侪种鬼的吼，咱台湾的鬼啊，甲日本的鬼啊无共款。是日本的有当下有个啥物长颈鬼啦，啊，骨仔足长。是迄款。咱即马就讲，咱即马呢，迄个这个武汉病毒这吼，这大家都讲这是瘟疫吼，瘟疫咱想讲瘟疫拢外来啊，所以咱嘛是讲有讲的这瘟疫就是异鬼带来的。瘟疫的疫哈，异鬼带来的，也会有这种想法。是吼。所以民俗上都来做足侪除瘟的这个法事化。爱上温，要和温哈，跟他们好像和平相处这样。是7月10啊吼，放出来这好兄弟啊吼，敢有迄款较热的吼，时间到伊唔转去的这款的。因为今日实在足侪人在来管呐。哦，是哦。鬼有鬼王啊，迄个地府内底有阎罗王吼，所以因7月是出来有当时啊。所以咱有台湾古早拢迄7月普渡吼，7月初一直普到7月尾安尼，逐日轮普这种的吼。古早中华啦、吼鹿港啦、嘉义啊，拢有这种习俗。所以有的所在较功夫，吼，像讲鹿港，伊就会去收散魂，吼，因的王爷会出来巡，会去收散魂，是。彻底的要洁净地方的意思。了解，就算讲你若无听话，无照时间来回这个人吼，我就找伊的顶司，找伊的管区，王爷公啊，才来甲你收，来甲你管。因为鹿港足侪王爷拢咧保护地头的嘛，地头伊的总管伊就开始在咧收啊。哦，甲大家讲啦，我的想法就是讲，就莫对遐好就好啊。你对伊伤好，伊就唔转去，毋是更多麻烦。但是吼，你若对伊无好，伊佫对你生气，到时阵佫甲你冲。袂使，咱普渡就是爱大鱼大肉哈，要很多丰盛的那个贡品给他们哈。但是咱台湾普渡的时候，敢若像讲大树啊，敢若伫普渡的时候才会出现嘛，是安尼吗？大树啊，吼，这足特别的，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迄个观音画大树啊，所以迄个大树啊，其实是观音，观音足慈悲的，大树啊呢，面安尼炎面安尼，顶头个火焰。嘿，青面獠牙呢，惊死人，伊就鬼王啊。是。鬼啊，伊安尼足天惊呢吼，人关鬼啊，毋知关会掉。咱嘛有大树牙的庙，毋过普渡时你一定爱做一个纸扎的迄个大树牙。是。当然纸扎的东西还有很多，个上面甲做酒同款啦，上面酱原料啦吼，还有上面迄个孤魂野鬼迄个敢若。抓厝安尼吼，所以讲这个大树爷就是中原普渡的时阵，尾啊来迄个纸扎来放火烧掉，是吼，人死变做鬼但是嘛有真侪百姓去当做神明来拜吼，像讲你讲关圣帝君吼，这款原本伊在生的时阵是一个有名的人啊，有忠义的人，伊做好道定吼。咱台湾像讲老师你讲的迄将军啊吼，姑娘啊这款的有可能较特殊的这款例吼，会当甲咱解说讲，就是像讲这个鬼变做是神，互咱来奉祀这款的。因为有诶吼，咱讲
成神哈，它就是有2个途径啊，一个就是讲你在生做好代啊，你就去做神，所以咱拜足侪正神。做好代真重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啊，伊就去做正神，去做大神。台湾像讲平湖遐嘛，足侪迄个将军祠啊，啊，伊足侪拢是清朝时代因的班兵。是。啊，伊史料底下，啊，足侪拢来去遐做兵的，拢客死异乡嘛，啊，都有啥物事迹，啊，伊就人就来做神咧拜吼，用一个将军祠啊，互伊安安尼吼。像讲阮草屯嘛，迄个陈将军庙，迄个香火非常盛啊。是。啊，伊的清代时代时期的一个小吏，啊，他对老百姓很爱护啊，大概没有办法缴税的时候，他去为老百姓讲话，结果就被上头处罚哈。所以伊死了，当地人就感念的，啊，就来拜。啊，伊本来是叫陈默章，啊，毋过当地人想讲，啊，敢若拜伊面无啥好，所以去寺庙登记的时，伊就变做开漳圣王陈元光。是正神，啊，毋过伊从开始拜来由是伊个清朝时代一个小官吏，帮寮哈，迄个东龙宫，迄个田中元帅哈，田中大将军。是。啊，伊就是在生的时，伊是明治朝的迄个开国元勋呢，哈。啊，伊搁做甲海军的少将去咧吼，啊尾啊，伊往生的时已经是日本的贵族院的议员啊，伊是足大的人物。啊，伊甲台湾的关系足密切的，吼，伊迄个牡丹社事件就开始甲台湾有关系啊。是。啊，迄个日本开始统治吼，为平湖遐就开始设迄个行政厅，伊就是平湖迄个平湖厅的长官啊吼。啊，伊包括伫咱台北县，迄阵日本时代台北县是几乎整个北部拢是伊管的，做台北县的知事哈，啊，所以做大官做甲2遍吼，甲台湾安尼有来回的关系哈。虽然时间真短，啊，足特殊的就讲吼，伊死了吼85年，啊，伊的灵魂吼，才来开始找这个邦寮的这个姓赵的迄个吼查某人，迄阵伊28岁，啊，迄阵伊也无信心，啊，找一定要。叫伊做当机啊，替办事安尼，啊，伊头一拢无相信嘛吼，可是安尼抗拒了3年吼，啊无3年反抗，啊无结果，啊尾啊投降，啊就开始做业绩安尼吼，啊身体渐才较好。伊甲一般无共款吼，甲头顶讲的迄个台南的会武将军无共款，他不是作祟，伊就是大人物嘛，啊一开始就是要掠机，嘿，掠机啊要做神，伊做神的目的就讲，伊对台湾有感情，啊，伊等于做过台湾人的父母官嘛，啊有感情，啊要救世万民安尼吼，啊第2个目的就是讲伊要渡这的日本兵。宜兰啊，这地界真侪姑娘庙，还姑娘仔庙多。冥婚的习俗哈，特别在宜兰还有台南，哈非常普遍。是，我就想讲，咱细汉的时阵啊，是大人吼，都会甲咱讲，甲讲个查甫囡仔讲啊，你来行迄路的吼，啊，若是看到红包吼，你袂使黑白讲捡，啊，要捡以后吼，你可能叫人叫支付，叫袂使。地理环境啊，叫地方的风俗也无共款，所以讲是毋是有无共款的一寡变化？对啊，咱台湾多山多水嘛，吼啊，所以它水里就有很多水鬼哈。那我们那个拜的那个也有很多是叫做水流宫哈，迄个溪里水内底。哦，是。啊，因为水鬼啊，拢会掠高铁嘛，啊，所以那个相关的鬼故事也非常多。我做兵的时阵啊，我是伫马祖咧病院吼，咧内底咧做军官啦吼。啊，马祖迄个所在，听讲有真侪，甲咱台湾较无共，就本岛较无共款的吼，就是讲因为普西伊会甲认做是。神来服侍这块。对啊，过去迄马祖岛的人吼，拢伫海上咧捕鱼啊，啊，等海面顶，等看到尸体啊，一般拢不爱处理啊。是。啊，毋过伊就安尼三番两次，就是要扑来，互你看到，互你一定爱处理安尼。啊，你无想要处理，啊，你就甲伊讲，有诶讲啊，你若互我一个网撒下去。都是无头的黄鱼，我就替你处理。啊，都有当正讲伊就是安尼，是哦，安尼发生啊，啊，所以无办法都替伊处理。南竿、北竿吼，安尼足侪岛的吼，啊，因拢有迄个差不多1半以上6成左右的庙，拢是安尼海上捡到尸体，啊，开始给他拜，啊，伊就有当有诶就托梦讲伊是啥物神，啥物人化身的，啊，有诶神是本来就有诶神，啊，有诶神的名就
哦，较少听到。很多人常常会讲的，就是家里一定会有长辈啊，什么死掉啊，是。所以这个新亡的魂这种鬼故事也很多哦，然后家人都会感受到。是哦，这个非常特别。我那个中研院旁边以前有一个素食餐厅啊，那个老板他妈妈过世的时候，还有老板娘呢，等于是她的婆婆死掉，那就很多，她可以感受到那个魂还在那里的。是。以断气的时候，他的头所在的位置，然后后来以那个棺木把它放在移进来一点哈，尸体已经移动了。那他那个原来头在的那个位置，你坐椅子在那里，他就会觉得他自己还有他的儿子都觉得头晕，然后耳呀嗡叫。他后来才想起来啊，原来那个是婆婆断气的地方。所以很多新亡的魂的鬼故事哈，那个亲人都会感受到。是吼，然后会梦中啊，有些看到啊，等下已经过往了，又看到影里遐。这是自然间在天地之间吼，有真侪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对。其实咱吼都是互相尊重啦，互相去了解，先了解以后知影熟悉了后咱互相尊重，其实就会平安无事啦。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几月已经到咯，台湾鬼这么啊恐怖，你敢知影鬼是安怎来的？无人拜的鬼是要安怎才会当变成正人咧拜的神？大人都咧讲，7月初7七娘妈生，大人做七娘妈顶，囡仔爱做16岁。拜七娘妈是咧求姻缘，还是咧求囝平安到大汉呢？台湾人拢知影讲7月半爱普渡好兄弟，但是为什么好兄弟伫咧家人合作闹大公？啊，咱有好兄弟，为什么无好姊妹呢？讲到这个人吼，死了后就变做是鬼啊！但是人死去啊，有的是毋是自然死的哈，是自杀啊吼有啥物冤枉死的啦，这款的吼。自杀是较会歹的代志吼，毋过咱台湾有一寡所在，特别是鹿港啊，迄个外海迄个福兴乡遐有这送肉粽的习俗。送肉粽啊，这听过。嘿啊，毋是讲正讲送肉粽吼，因为你钓到了，敢若安尼肉粽安尼来关起来吼，所以就是讲要让这种事情停止的意思。绑起来有敢藏官的啦，有影。所以迄拢爱暗时去做吼，一般人看较袂到这种仪式，嘛会较惊人，一般拢讲爱回避。是。他们那个法师啦在做这种仪式的时候要回避，要上好是莫看。民间的思想内底讲枉死的人啊，意外身亡的这个人吼。可能讲死后会一直重复迄个时阵的迄个痛苦吼。魔神仔这个算讲大家对魔神仔的了解吼，毋是真正。其实魔神仔甲鬼是无共款的对吧？狭义的魔神仔就是那个矮矮小小长得像老婆的脸或者小孩子的脸，囡仔面安尼或者是爱人创敌也幻化这种物件叫做魔神仔。可是魔神仔咱伫台语内底台语的用法嘛会讲泛指鬼类。我妈妈拢讲吼，迄鬼啊会掠人，鬼啊会害人，魔神仔会创敌人，会人创敌。对无咧讲鬼啊会共创敌的，拢讲魔神仔会共创敌的。咱台湾对鬼的名称很多有的所在台北遮嘛较常听到讲梦神，梦神迄嘛是，有当你伫厝里嘛会去看到这种的假鬼。咱台湾有山林水域的这种所在拢较会出现我去分析这个魔神仔的传说故事就发现讲，伊个故事的内容内底足侪拢是甲人类的那种早期人类early man 早期人类因的迄个丛林生活的经验有关系。譬如讲魔神仔带你掠去迄个石头坑、石壁坑，过几落工出来你唔知影人安尼。互你懵懵逼逼互你看到你的时，你敢若行足紧的不是非常人的那种速度安尼咧在行迄拢是迄个故事。因为你早期人类在丛林里面，你要躲野兽，你就跑很快嘛。用走。伊个故事内底的内容有些是甲迄个咱人类的文明的那个跳跃是有关系的。文明的重大的改变，像讲迄个故事内底讲魔神仔互你食足侪迄个大骨仔骹啦、草莓仔骹啦你拢当事人拢讲有人山珍海味安尼，香喷喷的蛋糕啦、面条啦、鸡腿啊给你吃啦这是表演讲迄个咱人类的文明从生死到熟死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改变。哦，对吼。有当时啊，摩西娜也来你脱衫哦，有的特别的，来你脱内衫内裤。你看早期的人类，有可能无穿衫无穿裤啊，吼，咱有衫拿穿，迄嘛是就后来的代志啊。摩西娜传说吼，故事迄是。从这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里头迸发出来的东西，咱才有这个故事通听。是吼，世界每一个所在，足侪爱人的传说啊，是不是嘛？是真侪像讲这款魔神仔的故事。非常类似啊，迄个足侪咱日本的卡巴河童的那个故事。啊，对。卡巴就是日本的水怪啊。所以讲三金卡水怪。巴来放伫咱台湾就算讲是迄个魔神仔的一类。会当安尼讲，就是咱台湾唔是叫卡巴，咱台湾叫魔神啊。有的所在福建遐可能咱叫白魂啊。迄故事拢大同小异。是吼。所以老师，你这故事吼，就真愈来愈丰富的感觉。就是你研究的过程，迄各种变化内底，其实拢真趣味呢吼。那有真侪社会变化。在山上很多意外的死亡哈，人们会跟他归咎于魔神啊。其实不是，魔神啊，主要不是说。互人归咎的一个借口啦，是啊，他是本来吼，我们的老祖公伊就拢知影有这种，古早册内底吼，《山海经》内底都有这种物件的存在啊。是吼，你敢会惊鬼？你敢会惊魔神啊？唔是讲伊有存在无存在，你要惊唔惊？伊就你无相信，伊嘛是存在啊。是，你有相信，伊嘛是存在，伊一直伫遐，这种物件一直伫遐，一直伫遐物件，他会着惊遐。是吼，系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文化嘛，原本伊就是袂用讲物件，不管伊存在无存在，老师你会认为就是讲这个物件就生，就是伫咱台湾民间。咱人的世界啊，咱有自然的世界啊，咱足侪超自然的存在，超自然的想象。天地神鬼拢嘛是咱对拢一寡超自然的信仰。今日请到一个唔惊的来啊！你嘛将这个力量来带互我呢？因为我要转去了，我听老师你讲啊，唔管你会惊袂惊，飞机拢伫遐，所以讲你惊伊要创啥？惊也无效，惊嘛无效。甲人往先共款啊，你悲伤嘛是无效啊。咱其实吼，咱对咱台湾的这民俗文化去了解这几故事吼，几啊个啊，会当去看到讲咱台湾人对生死的这物件对待吼，是安怎看来人情味，安怎看来情感。哦，在魔神仔内底会当去了解，讲咱人吼，像我老师你讲，早期吼，甲这个宗林之间的这生活的经验有关系啊。唔管安怎去敬鬼神离万己，但是吼，保持咱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尊重吼，会当信，但是唔好迷信哦，这才是真好的态度。所以俗语伫咧讲啊，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咱今日真感谢着教授来跟咱分享，感谢老师呢，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唔通袂记咧后礼拜，请继续收看咱报道歌丁。